約翰福音21章1至7節。呢啲事之後，耶穌喺提比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。佢點樣顯現？記喺下邊。有西門彼得同稱為底土馬嘅多馬，同埋加利利嘅加拿人拿但業，仲有西比泰嘅兩個仔，又有兩個門徒都係喺埋一齊。西門彼得就對佢哋話：我去打魚。佢哋話：我哋同你一齊去啦。佢哋就出去上咗船。嗰一晚乜嘢收穫都冇。天就光嘅時候，耶穌企咗喺岸上邊，但係門徒唔知道係耶穌。耶穌就對佢哋話：孩子，你哋有嘢食嗎？佢哋回答話：冇啊。耶穌話：將個網撒喺船嘅右邊就有噶啦。佢哋就散網落去，竟然拉唔上嚟，因為魚好多。耶穌所愛嘅嗰個門徒就對彼得話：係主啊！小朋友，考考你啊！聖經裏面所講嘅嗰個門徒係點樣認出企喺岸上面嘅就係耶穌嘅呢？對門徒嚟講，佢哋都見過復活咗嘅耶穌噶啦。不過耶穌冇好似以前咁成日同佢哋一齊，同佢哋同住。西門彼得就同幾個門徒重操故業去打魚啊！好可惜，成晚乜嘢魚毛都打唔到，天都就光啦，亦都係要回程嘅時候啦。耶穌喺呢個時間又再出現，仲同佢哋閒話家常添啊！究竟係因為天色太暗，定係因為距離太遠？佢哋開頭唔認得耶穌噶，直至到當耶穌教佢哋點樣下網打魚，仲得到魚獲嘅時候，佢哋就突然間醒覺，呢個人就係主耶穌啦。現在就跟家人分享一下，你估點解耶穌要嚟岸邊揾門徒呢？分享完之後，我們一起祈禱。主耶穌，願意我們在人生不同嘅階段場景中，求主賜我們信心和洞察力，使我們能看見你、聽見你，使我們可以跟隨你。嚟到預苦期嘅最後一個禮拜，今個禮拜嘅信仰小練習係，我哋會將禁戒、禱告同埋施予3個練習一齊操練，學習為主過簡約嘅生活，將慳落嚟嘅錢奉獻俾有需要嘅人或者地方，以分享神嘅愛，仲可以為到缺乏嘅人或者地方去禱告。今日我哋會介紹一啲有需要嘅地方，請我哋每一個都可以為呢啲需要去禱告。如果神感動你，你亦都可以將奉獻透過教會嘅奉獻封，並且指明你想奉獻嘅地方，將奉獻擺上。今日我哋要介紹嘅係神學教育奉獻，支持嗰啲願意回應主嘅弟兄姊妹，佢哋去接受神學嘅教育，預備自己成為全時間服侍主嘅人啊！